中华一个已经退休圣诞的老师，伫网络顶熟悉一个工地业门做佣兵的查某人。顶个月2号，这个查某人要求陈先生回复伊31万的新台票。银行的行员发现异常，报警，才把这个网络诈骗案挡落来。 报测的案件接到台湾银行中华分行行员的通报，一名70岁老师退休几年的陈先生，想要汇出31万外块，敢若去用诈骗。案件赶到了解状况，但是第一时间陈先生也搁坚持相信对方，因为家己并无被诈骗。通常这个都会被误认为是有诈欺，但是我觉得我信赖一次他。 陈先生向警方表示，进行透过通讯软体，熟悉一名出生伫咧厦门担任佣兵的女子，平常时会传信息来关心，因为想要返来台湾，所以先寄个人的贵重物品甲现金返来台湾。由于对方伫台湾无亲人，所以请陈先生汇款代付运费。但是案件一听，强调这就是诈骗。没有什么公司会寄给你，而且为什么你要汇这笔钱？你讲别人寄东西给你，你需要汇钱吗？透过 LINE 认识在也门当佣兵的网友，每日对老翁嘘寒问暖，并尊称老翁为爸爸，说也门战争频繁，心生恐惧，想提早退休返台。 如果安全返回台湾之后，将会照顾老翁，并一起生活。陈先生一再解说，对方返来台湾一定爱有人甲伊接应。加在警方甲银行的人员一直甲坑，而且提出相关的案例来说明，看到这就是典型的亲情诈骗手法。陈先生最后才接受家己被诈骗，同意停止汇款，保掉家己的退休金。记者张华综合报道。